好，再来呢，当你知道呢，你一个起心动念，上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老天接到这个讯息，所以呢，当你想修想办，老天爷一定会帮助你。再来呢，就是白羊大仙呢也会助道。各位浅显，你会发现有时候你去渡人的时候啊，就特别的顺了。啊，像后学呢去渡人的时候呢，后学特别喜欢当车停好的时候，会想老师慈悲，诸天仙佛慈悲，白羊大仙慈悲，我就口中那边有词。现在我要到某一步去了哈，所以呢，请你们呢这些大佛呢都能够跟着我们去，帮我们转一下他们的因缘，让他们都能够很顺利的怎么样，能够求到。啊，那甚至呢，争取很多的同修开设佛堂，也是用这样的方式的。像后学很喜欢鼓励人家设佛堂，去年前年后学到新加坡去了。那有一个讲师就跟我说：陈讲师，我的哥哥说请你吃饭嘛，我说不用吃饭嘛，喝个茶好了，因为既然飞到新加坡嘛，跟道清见面是好事。他说不行哎，他餐厅订好了。我说这样啊，那好吧，那只好去吧。可是去那你知道我们就会三句不离什么？三句不离渡人，对不对？三句不离请人家设佛堂。那我就觉得这个道清的哥哥说，大哥，为什么你不要设佛堂啊？你说你看我们这样子嘴巴对不对？这样子一开啊，就常常都鼓励人家。那结果你知道吗？这个大哥就问了，哎，设佛堂有什么好处？为什么要设佛堂？结果呢，他回家就发简讯问他的妹妹说，设佛堂要多少费用？他妹妹就跟后学问讲师设佛堂多少费用？后学就跟他讲，就说这个费用还好。那结果呢，他到第二天就发简讯说，可以请讲师来我们家看看佛堂嘛？来看看这个地方可以设佛堂嘛？他会就到他们家去看啊。结果你知道吗？那个新加坡啊，那个路非常小，寸土寸金。那个佛林、那个佛龛都是在那个墙壁上的。那或许去了就看说，哇，你们家真的很适合设佛堂哎，所以新加坡很小哦。那他这个大哥很可爱哦，他说：“你说我们家有适合设佛堂，你到时候来我不会有没有？”他就直接就直接跪在他们家那个佛龛前，就跪着就说：“还有我们上面的菩萨，这个讲师啊，鼓励我设佛堂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多嘞，第三回。”后学特别欣赏那个神明哦，对，特别欣赏他打扮出道。他说：“哇，你一啥佛，那就是我要设佛堂。这个佛像你要换新的还是要换旧的？你跟我往新的啦。”然后后学就说：“哦，好吧，那恭喜你呀，那你去跟点师请示设佛堂。”他说：“好好好，我一定会去请示。”隔一个月，他打电话给后学说：“真讲师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要开法会了，我开完法会明天要清口了，我下个月的那个9月19号。”我佛的那个成道会，我就要开设佛堂了。然后后学吓一跳，我哪里要你我呀？是啊，你会想说他是讲师的哥哥啊，怎么可能还没有求到？求到了怎么还没有开法会？怎么可能还没有读完，对不对？不可思议嘛！但是后学跟他说，就当他们夫妻想说，哎，你们家设佛堂一定要有人亲口哦。然后你们两个谁要亲口？夫妻呀、这个老婆就说，老公你亲口。老公看老婆也说，好，那我亲口。他们家不是猜拳的哦，他们家是老婆至上的。但是现在呀，他们家发现一个超级引导师，他们家设了佛堂才知道，他们家的儿子现在才读国中1年级哦，国中1年级，他就常常会带他们去他们家的家庭佛堂看看。然后听说他们家每个礼拜都在办道，国一耶，国一耶，对，真的是很不简单嘛。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你们家小孩啊，就说他们小孩懂什么？小孩他是趁着愿来的就不一样了。像或许刚刚跟你们分享说，我不是有个道经开马户开上次那个吗？他家那个儿子那时候才小学3年级的，因为他在我们补习班读英文嘛，所以呢，他们家初一十五都去佛堂献供。那他每次的生日啊，爸爸妈妈都会帮他拿蛋糕去佛堂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。结果呢，有一次啊，或许就跟他讲，哎，小国燕，他叫国燕嘛，小国燕，你每次初一十五来佛堂拜拜，你开不开心啊？开心啊！小三宝很可爱啊，我说开不开心？他很开心。我说你希不希望家里有家庭佛堂？希望希望。你看小孩真的有来历的，你看他每次跪在佛堂拜的比大人还要整齐，真的那个姿势啊，拜的非常好看啊。结果呢，我就跟他说，等一下生日不是要许愿吗？对呀、你要许3个愿，对不对？对呀、我跟你讲，你的第一条愿一定要许，我希望家里有家庭佛堂，这样你会不会？会。结果呢，我们献供完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切蛋糕，对不对？唱生日快乐歌，唱生日快乐歌不是在许愿吗？那许愿之后呢，他的爸爸妈妈在场就很专心看到孩子在许愿。你知道现在的爸爸妈妈都是孝子啊、孝女啊，对不对？孝子跟孝女的新定义叫什么？孝顺儿子跟孝顺女儿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呢，他的国宴呢就许了愿，许愿之后呢，他会去讲，国宴你刚许的什么愿啊？他说我需要第一个愿是开设
家庭佛堂。第二个愿呢是世界大的，哇，好大的愿呢。我说那第三个愿呢？他说第三个愿是秘密，这么小也有秘密了，对不对？他爸妈当他看到那个孩子许愿说要设家庭佛堂的时候，那个眼神是绽放出一种骄傲的光芒。所以呢，他们家也是在半年后呢就设佛堂了。所以你不要小看人家的小小瓜啊，说不定他也是冲着大愿而来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后续要跟你们分享一个。